蹲在地上检查胎纹、测试刹车灵不灵，在车行师傅的指导下，完全就是专业的修车店。不过这里是慈幼工商1年1次的社区机车检修活动，不仅罗列出检查项目，还能带材料来请学生帮忙换，不收工钱。机车有一个问题，好像你不太知道什么原因，想说来这边看。今天修到了蛮多台车的，还有发现几台车的胎纹没有了，刹车皮也需要做更换的，我们都有及时告诉车主。请他们回去的时候要立即更换，才不会有危险。透过机车检修义诊，让学生发挥一技之长，也提升服务社区精神，帮居民的机车挑出毛病，一举两得。同时串联台南市动力产学工会及企业，扩大合作领域，支援技职教育发展。从接待到检修到结束，那因为这个技术是有限的。所以我们也结合产业里面，把新进的技术跟设备引进到学校来，让我们的学生有一个学习跟见识的一个机会。我从我们工会的理监事里面，然后带一些技师过来现场去指导这些学生，让他们熟悉现在我们正在外面修理机车的实际状况。毕竟在学校学的和外面实际修理机车的状况不同，未来义诊活动将列入课程年度计划，引入校园职场体验和就业媒合机制，让学生更清楚自己的专业定位。即将收回台的报道。